Hello, Tiffany,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想对这段时间内我发的关于讲解怀唐一条约以及最近发生的怀唐一纠正法案进行一个补充以及讨论。这两期视频一经发出，我在评论区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也包括了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以及仇恨言论。我非常欢迎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的讨论。但请不要上升到个人以及国家民族层面。那在我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大家愿意把这些观点列举出来和大家分享，我非常的欢迎。那众多言论中呢，我发现关于怀唐一修正法案，很多人对毛利人拥有的所谓特权表示不满，认为这违背了公平原则。更有甚者呢，提出了中国人在海外是三等公民的消极言论，并质疑为什么要管别人的事情。我呢也非常感谢这些言论，让我看见原来有很大一部分人原来是这样想的。那么这期视频我就想从这些质疑出发，以新西兰现在正在发生的怀唐一修正法案为背景，延伸到全世界的原住民，结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中华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原住民。在我的评论区里，我发现很多人会把公平与平等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那平等是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公平是在考虑到每个人的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合适的支持，创造真正的机会平等。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没有鞋子穿，而其他的孩子是有非常高质量的跑鞋，那么如果此时把他们所有人放到一条相同的跑道上，叫平等。如果先给这个孩子发一双跑鞋，后再让他们一起比赛，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所以大家激烈讨论的对毛利人的支持以及对其他原住民的支持，并不是给予他们优先与特权，而是在弥补他们历史上的创伤，让他们可以重新的站在起跑线上。第二个就是关于土地主权的问题，大家都在重视的是拥有的概念。很多人对于原住民对于土地的保护、土地的主权是有着一定的误解，觉得只是一种在财产上的所有权。实际上，原住民对于土地的感情、精神连接远远超过了拥有和财产的概念。对原住民来讲，土地更像是一种需要保护、连结的神圣的责任和传承。以毛利文化为例，毛利语中土地叫 Finua，而这个词既指土地，也代表了胎盘，即是土地是我们深深连接的地方。土地不仅给予了我们食物和生命，它也是我们祖先长眠的地方，并且寄托了后代的未来。国际上，其他原住民也有相似的概念，比如说北美原住民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叫“我们并不拥有土地，我们只是土地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原住民对于土地的管理概念并不是开发以及剥削，而是保护和传承。所以在原住民的概念里，土地的主权并不是以资产优先，而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和地球的整个生态平衡做保护的一种传承。中华民族也有很多祭拜土地的习俗，比如说天坛、地坛，来延续传承五谷丰登。下一部分我想讲的是关于毛利人在文化和权益方面的保护。毛利人作为新西兰的原住民，他们是殖民历史的缩影。在历史上，他们的文化受到了压制，语言被受到了禁止，土地被受到了侵占和掠夺。这些伤害并不仅仅停留于历史，而是直接影响了现如今他们在今天社会上的地位。其他的原住民也是如此。所以在毛利人的医疗教育以及经济领域长期属于弱势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怀唐一条约的3个原则来保护毛利人的语言、文化和权益。它的目的并不是偏袒某个群体，而是让毛利人有机会重建自己的家园，重拾自己的身份。而新西兰多年来通过努力给予毛利人的文化帮助，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在加拿大，也是通过归还原住民土地以及发布了相关的语言保护政策来保护
及帮助当地原住民重拾文化自信。在美国，也是相同的推动部落自治，保护语言、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在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中，也明确指出，保护原住民利益并不是优待，而是弥补历史的伤害、恢复平等的基本要求。对于毛利人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作为华人，我们中华民族其实历史上也有很相似的经历，包括我们现在也经历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伤痛。在历史上，毛利的语言曾被禁止，而华人在海外也曾受到类似的压制。今天，毛利人在复兴自己的语言文化，就像我们用母语来捍卫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是一样的。在历史上，毛利人丢失了90%的土地。中华民族在清末民国的时候，也同样经历了割地赔款。失去土地不仅仅失去的是资源，而是我们精神的归属、与土地的连接和身份认同。我作为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我非常了解被误解和被标签化的痛苦。所以，遵守怀唐伊条约不仅是遵守新西兰当地的文件、法律文案，它更是以国际法学的重要文件之一。它证明了在现代历史法律体系下，人们如何通过协商、合作保护原住民的利益。在国际上，许多国家也将怀唐伊条约视为研究原住民保护政策的典范。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o。